咁專業教育網咧，今年嗰個嘅排名榜嘅結果咧，第一係香港大學，第二係中文大學，第三係科技大學，第四係理工大學，第五係城市大學，第六係浸會大學，第七係教育學院，第八係嶺南大學。想請大家留意咧，係香港咧係咁多年排名以來咧，第一次咧係有呢個城市大學咧係超越呢個浸會大學咧係居第5位嘅。民意調查榜裏面咧，我哋亦都包括咗一啲嘅比較喺研究方面啊，或者其他方面冇政府資助嘅大學，包括樹仁大學同埋公開大學等等。喺呢個排名榜上邊咧，基本上咧係同我哋嘅睇到嘅排名榜係非常之相似。特別係請大家留意咧，係亦都係首次喺個民意嘅調查裏面咧，我哋睇到咧呢一個嘅城市大學同埋浸會大學咧係互換位置嘅。咁喺一個無論喺一個數據方面或者個民意方面咧，竟然今年咧係不約而同咧，就係城市大學同埋浸會大學調位嘅。其實一個大學嘅排名榜咧，位置上下一格咧係好重要嘅嚇，即係唔係話即係一級咁簡單，係一個市民咧對一個嘅大學嘅睇法。今年排第一嘅係香港大學啦，佢有7.58分嘅。咁排第二嘅係中文大學，有7.35分。咁科技大學咧就以7.24分排喺第3位。跟住第4位係理工大學啦，有6.76分。頭先時校長都有得提過啦。呢個城市大學咧，今年係超前呢個浸會大學嘅，就城市大學就排第5，有6.15分，而浸會大學咧就以6.10咧就係排第6。再數落去咧，就我哋見到有呢個 IED 啦，今次個評分係5.82，然後就到樹仁以5.59分。咁嶺南就有5.45分，而最後咧就係公開大學咧就5.43分嘅。咁同埋另一個發現咧就係同往年同舊年比較咧，我哋係見到所有10間大專院校嗰個整體評分咧都係比舊年係跌咗嘅。而除咗呢個城市大學嗰個跌幅係唔顯著之外咧，其餘9間大專院校嗰個評分嘅今次嘅跌幅咧係顯著嘅，錄得顯著嘅跌幅嘅。